即刻起，谁要是再敢说投降曹操，必杀之。公瑾，命你为大都督；鲁肃，任命你为典军校尉。诺。任何违令者，先斩后奏。诺。子敬，诸葛亮足智多谋，迟早是我江东的祸患，留着他，日后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，所以必须除掉他。哎，都督，如今曹操未破，就先杀盟友，实在是动摇我军心的事情啊，万万不可。何况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要以大局为重啊。我这么做，正是为了江东大局设想啊。可是也罢也罢，就等我破了曹军，再来收拾他。恭送都督。恭送都督。这个孙权不但不接受我的招降，还任命那个周瑜为都督，存心跟我作对。我听说这个周瑜颇有才干，不好对付。诸君可有良计呀？丞相，在下跟江东的周瑜乃同窗好友，我愿去江东走一趟，凭我的3寸不烂之舌，保证说服他前来归降。子义，你真的能说服于他？蒋干保证马到成功。好，你随时前往，本相就在此静候佳音。谢丞相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你的丹田气息终于和兵器融为一体了。太感谢您了。不要急，不要谢我。我以前不是跟你说吗？一切皆有定数。你大劫而不死，说明上天对你有所期许，这是你的造化，也是你的使命啊。
这是细作传回来的曹军水寨部署。曹军的水寨建得十分有章法，一看就是行家里手所为。我们不可轻敌啊！可知他们的水军都督是谁？是荆州的降将蔡瑁和张允。此二人久居江东，熟悉水战，是我们的心腹大患。一定要想办法除掉这两个人，减掉曹操的羽翼。曹操对荆州降将始终都不信任，都督迟早会找到机会的。荆南有武陵、长沙、贵阳、零陵4郡，其中以贵阳最为富有。原因无他，就是因为贵阳的太守赵范贪得无厌，平时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，放在他的府库。那军师，您的意思是？子龙，过2天我要让你脱下军装，换个身份去趟贵阳，想办法把赵范的私银拿回来，运回江夏，以充军资。说实话，贵阳迟早我是要拿回来的，但是这笔军资我现在急着要用。子敬，你看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派重兵把守。报都督，外面有位叫蒋干的人前来求见，说是都督的朋友。他来干什么？好啊，曹操的说客来了，请他进来。诺。都督既然有客人来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不必，一起聊聊也好。公瑾别来无恙啊！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，子义，你该不会是来给曹操当说客来了吧？哎，公瑾你何出此言？我是特地来看望老朋友的。你要是不欢迎的话，那我还是告辞好了。哎，子义，你这脾气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啊？我就是随口一说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来，我来给你介绍。这位是诸葛孔明，这位是我的军师鲁肃、鲁子敬。蒋干早闻2位先生大名，今日得见本人，果然是气度非凡。子义先生是夸我呢，还是夸子敬呢？2位我都仰慕，都仰慕。鲁肃见过子义先生，常听公瑾提起先生，说先生自有聪慧过人。公瑾十分的钦佩。你休听他胡说，公瑾还是很能干的。我们2个最多不相上下。来人，传令摆宴，我要为子义接风。好酒，子义啊，你能来我这儿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子义啊，子义，你见过我的军营了吗？如何？兵强马壮，士气高啊！公瑾，厉害！你我同窗多年，当初你想到我会像今天这样吗？真没想到。不过，以公瑾的才能，做将军实不为过。哎呀，子义，来，子义，过来。子义啊，大丈夫在世，能遇到一个好主公不容易啊。
孙将军待我，就像亲兄弟一样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言听计从，你说，我能背叛他，归顺曹操吗？那样做，我还是人吗？不能，不能。哎呀，还是你了解我呀，石启呀。没酒了。哎，我叫找人拿些酒，咱们接着喝。来人啊！公瑾，我不胜酒力，已经喝多了，实在不能再喝了。好，子义啊，想当年你我同榻而眠，手足情深。今夜你就睡在我的大帐中啊！我要跟你好好聊聊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公瑾，公瑾，公瑾，嘴。原来是蔡瑁、张允私通江东，这还了得！将军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没事没事，我睡不着觉，出来透透气。哥儿俩好啊，666啊，5魁首啊，8仙道啊，哥儿俩好啊，666啊！输了，来喝，喝。大哥好酒量啊，来喝。哦，大哥好酒量啊！客栈的酒都快被你喝光了。哼，我这点酒算什么呀？我家庄公子要是下来，整个贵阳的酒，哼，怕是都不够。哼。我就说嘛，怎么看你跟你们家庄公子就不像是简单的人物，来贵阳也不是来经商的吧？姑娘，你呀，好眼力。那你快说说，我的眼力如何好啊？我说你啊，不仅眼力好，而且想象力也很好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两个是，我们就是普通的商人。哦，普通商人，那以你们的架势，那一定是做很大的买卖的喽。说说看，你们做什么大买卖？
嗨，我们呢，平时行军打仗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，我们就是小商人，做小买卖。哎，行了，别编了，都说漏嘴了，还能拉回来接着编？你以为我爱编呢？要不是因为军师再三嘱咐我们不要暴露身份，你以为我爱遮遮掩掩呢？哦，是军师嘱咐的。我刚才说了，军师这两个字了。没有，来接着喝，来，来，喝啊！你们肯定弄错了，我刚才怎么会说军师交代我的任务呢？任务？什么任务啊？我的意思是说呢，我只是跟我们家公子他出来做些生意。对，你不说是对的，我也就是好奇。我呢，特别崇拜英雄人物。刚才看见你和你家公子气宇轩昂，气度不凡，所以才多问2句的。哎，你要说是英雄，那我家的赵子龙才是真正的英雄。赵子龙是谁？我家赵子龙，常山郡的赵子龙，你都没听说过吗？哎，他呀，可是主公身边的第一猛将。哦，那你们主公让赵将军来贵阳，肯定是有大事情要办了。那是自然了。我们这次出来是要夺取贵阳最大的库银，你说这件事，除了赵子龙，主公他身边还有谁能办得了？喂，起来啊，起来接着喝呀！小姐，他要抢库银，这可是笔大买卖。哼，有人迫不及待，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快点！什么声音？有贼！家中有护院，怕啥？别叫！哎呀！我先说，你前进赵府做什么？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你做什么，我便做什么了。你最好离开这里。我说庄公子，你白天搂我的腰，夜里拉我的手，改明你还想做什么呀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不用回答，其实我早已心知肚明。况且有些话呢，能说不能做；有些事儿呢，能做不能说。你半夜3更闯到人家家里，不会是来赏花看月亮的吧？但是偷鸡摸狗这个行当呢，要是说白了可就没意思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心照不宣，
赖进肚子里。你再多说2句，恐怕他们都会醒了。哼，我知道你的目的，不过既然已经来了，跟我来。哦，哎，我说东，你怎么往西呢？哎呦，好吧，本姑娘行走江湖，靠的就是没有原则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看起来白白净净、斯斯文文，表面上看着是个体面人，内心却是无比的阴暗呢。听我劝，干完这一遍，回去先好好的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你不说话没用的，你这样的本姑娘见多了，先靠一张童叟无欺的脸把人骗了，让人觉得你单纯无害，最后再偷偷下手。要我说，你也算是仪表堂堂的人，却玩这种小把戏，太低级了吧？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嘛？一句话都不说，让你那做贼不是也？看来应该是找了。我就说吧，跟着我准没错。你要好好感谢感谢我。你做什么？你东西没到手就急着杀人灭口吗？你再过来我要喊人了！就用。你把我逼到墙角就要个发簪，太瞧不起人了吧！喂，你来过了？当然没有。那怎么什么都没有？肯定是你提前来这里把宝贝搬空了，再来巡视有没有遗漏的，真是贪得无厌呐！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防盗铃响了！快走，有人闯进库房！哎呀，屋里又没钱，担心啥呀？睡觉。老规矩，我打头阵。小毛贼，这是逼本小姐使出看家本领啊！快给我拿下！哎呀，快上！哎，小姐，你可回来了？怎么你们一起回来的？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敢来搅和做事？啊，这话我已经问你不下100遍了。你到底是庄公子还是庄公子？哼，鬼主意竟然打到了贵阳太守的头上。哼，要不是我今天出手相助，回答我的话。你问我是谁啊？我姓牛，牛玉，是这家客栈的老板娘。我叫牛庆。我可不像你，就喜欢玩神秘。你以为我为什么要跟踪你啊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早就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。怪你的伙计酒量差，几杯黄汤下肚就把一切交代的一清二楚。他说什么了？哼，他说什么了？你真该问问他还有什么没说的。真没想到我居然遇上了大名鼎鼎的赵子龙，看样子很惊讶嘛。不过还有更惊讶的呢。我知道你们是奉军师孔明之命前来贵阳，为的是将赵范搜刮的不义之财夺到手，拿回江夏充盈军库。怎么样？我打听的情报对吗？这个严城真是酒后误事。
看守赵范绝非神一样的对手，但你却有一个猪一样的伙计。不过还好你遇到了我，可以多少弥补一下。你想怎么样？我们也算是有缘分。总之一句话，只要你乖乖配合，我们就是朋友，而不是敌人。我配合你？不错，你刚才夜探府衙已经惊动了赵范，他一定会加强警惕。任务要是完不成，你肯定交不了差，回去还得挨军师的骂。弄不好呢，还会被你家主公连降7、8级，又从小兵干起。你没有其他路可选。所以呢？简单呐，和我同盟。镇主，你可想好了？别后悔。让开！我这里呢，有兵有马，有钱有粮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有脑子啊！我呢，不像你的那个朋友，稀里糊涂的就能把你给卖了。最后呢，你还得倒贴人家。这样吧，咱们2个一起把钱搞到手，然后公平分配，我7你3，如何？反正是不义之财嘛，啊！55分，就这么定了，说话算话。哎，子龙，你吓死我了！子龙，你怎么了？你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几杯酒下肚，什么话都说。我又怎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你不光把我们的身份暴露了，连我们的任务也交了底。啊？我说了吗？你呀，好好醒醒吧。子夜，回来的如此之快，那周瑜怎么说啊？那周瑜对孙权十分忠诚，用言语很难说服他。这么说，白去一趟，还惹人耻笑。我虽然没有说服周瑜，但却为丞相办了一件大事。何事啊？丞相请看，这是我从周瑜大帐中取来的。我早知道这2个家伙怀有二心。来人，把水军都督蔡瑁、张允带来见我。末将参见丞相。不知丞相唤我2人前来，有何吩咐？粮草供应不足，但我准备进攻周瑜，不知你2人有何意见啊？回丞相，我们的水军尚未训练成熟，暂时不宜出兵。是不是？等你们把兵练熟了，取我的首级献给周瑜呀？这末将不敢。丞相，您这是从何说起呢？从何说起？我的意思你们应该很清楚，以为能瞒得了我？来人啊，把他2人给我拖出去斩了！丞相，您听我！丞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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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冤枉！丞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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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蔡瑁、张远二位所犯何事？这2个人勾结江东，想要谋害丞相。幸亏我发现。曹洪，马上把他2人给我带回来。遵命。禀丞相，蔡瑁、张允已伏法。中计了！恭喜丞相去除奸细，免除了后顾之忧啊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啊，周瑜，子敬，你看这个地区，如果曹操在此偷袭的话，势必会令我方损失惨重。是啊，所以禀都督，江北传来消息，曹操杀了蔡瑁和张允。啊，你下去吧。诺。看来我的反间计已经奏效了，没想到曹操那么容易上当。都督真是高人，借曹操之手除掉了咱们的心腹大患，曹操必败无疑啊！我所顾虑的就是蔡张2人，现在2人已死，我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这还要感谢子义先生，这有时候啊，蠢人的作用真是很大呀。别人恐怕未能看出此计，只怕瞒不过诸葛亮。你去他那里试探一下，看他知不知道。子敬，恭喜啊！我有什么喜事啊？蔡瑁、张允一死，都督便不必担心曹操的水军了。曹操新任命的水军都督都是外行，必败无疑，所以自然要向你贺喜啊！啊，这事儿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跟你说呢。不过这个计策只能愚弄蒋干，曹操也只是一时糊涂，之后一定会幡然悔悟。子敬，是不是公瑾派你前来试探我，看我是否识破他的反间计啊？这事你也知道？公瑾那小心思怎能逃过我？不过子敬啊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公瑾，我已经识破此计，否则他会心怀嫉妒，加害于我。放心吧，我不说就是了。哎，不要磨磨蹭蹭的，赶快收拾东西。住的好好的，你搬什么呀？咱们有吃有住的，又不要钱。你以为天下什么好事都被你占了？白吃白喝，军事派发的任务都给泄露了，本来就很不应该，现在还想着占什么便宜？是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应当。那我以后在咱们出去办事的时候，我不喝酒了不就是了？不要贫嘴了，快一点。哎，你别急呀，那咱俩走了，你也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啊？避都来不及，还打什么招呼？赵子龙，你干嘛要避开我？哼，你这个人也太不守信了吧！还说是什么大将军呢，怎么说话不算数？好歹我们也是一伙的呀。谁和你一伙了？哎，你可别赖啊！我可是已经退让到55分成了。虽然呢，我们没有立下字据契约，但我们行走江湖的讲的就是诚信，口头约定同样有效。速度这么快，就达成统一意见了？你不说话能死吗？哼，那是当然，我不指定协议快速，连事前侦查也很神速。做事。画像之人乃贵阳太守赵范，此人额头过浅过窄，眉头交错，两眼大小不一。讲人话，
啊？快讲事情重点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赵范小气刻薄，视财如命。不，他是看钱财比看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。所以我们去到他的银库，却没有找到库银，原因是他连自己的家人都防备。据我了解，他一定是藏到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。那应该怎么做啊？问到重点了，继续。赵范唯一的弱点就是他出了名的怕老婆，只要拿下他夫人，就不怕他不说出库银的下落。那到底应该怎么做？2个字：绑架。不可以，我们要的是银子，祸不及妻儿。危害他人的事，我们不能干。谁要害他的性命？只是做做样子，逼赵范说出藏钱财的地方罢了。牛姑娘，这事儿你别管了。念成，我们走。公姐啊，我们只有跟刘玄德联手，才能打败曹操。如果我们互相计算的话，对大局不利啊。再说现在这是用人之际，不如等咱们打败了曹操，再动诸葛亮也不迟啊。诸葛亮的见识胜我10倍，如果不除掉此人，日后必定会是我江东的祸患。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人，你不必多说。哎呀，公瑾，我们现在杀了孔明，正中了曹操的下怀，与刘玄德结仇不说，而且还会被天下的英雄所耻笑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用公道杀了他，让他死而无怨。什么意思？你不必多问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报，启禀都督，诸葛先生来了。快请。诺。诸葛先生，都督有什么想法，请尽管直说。那好，请教先生，这水上交兵最需要什么兵器？当然是弓箭了。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？太对了。可是目前我军中最缺乏的就是弓箭，所以还请先生帮忙铸造10万支。啊，这是公事，希望先生千万不要推辞。没问题，我正想为都督效力。好，那10天之内可以完成吗？10天太长了，曹军进攻在即，如果不能在几日内造好弓箭，恐怕会误了大事。那先生估计需要几天完成？只需3天就够了。军中无戏言。我怎敢跟都督说笑话？我愿立下军令状，3天之内如果完不成任务，我甘受军罚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。孔明，来人啊，礼貌伺候。哎呀！等打败曹军，我一定好好酬谢先生。今日天色已晚，来不及造箭了。从明天开始，3日之后，都督让兵将到河边取箭即可。那我静候佳音。告辞。哎呀，这3天之内造10万支箭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啊！这孔明到底在想什么呀？哎呀！我不管，反正他已经下了军令状，到时候他造不出箭，我就治他的罪，没什么好说的，这就是公道。孔明啊，你真是把我给搞糊涂了。这3天之内怎么可能造出10万支箭呢？哎呀，这军中无戏言，你这玩笑可开大了呀！哎，子敬不必担心，3日之后我交给你10万支箭就是了。
你还真把自己当神仙了，还能变出剑来？哎呀，我真是急死了，我真是。子敬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走到我营帐去，咱们喝2杯。哎呀，我没那个心思。哎呀，我没那个心思。哎呀。你想什么呢？没有，没有才怪呢！我要是猜中的话，有没有奖励啊？是不是在想你心里的那个姑娘？我听柳胜说，那个夏侯姑娘和我长得很像。这个严惩。我们真的长得很像吗？到底多像？如果她真的和我很像，那绝对称得上是美人啊！哎呀，跟我说说嘛，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一个敢爱敢恨的人，一个温柔体贴的人。那既然我跟她长得像，那和她相比，我怎么样？那既然我跟她长得像，那和她相比，我怎么样？哦，哎，牛姑娘，你刚才跟我们家赵子龙说什么了？就是聊起那位夏侯姑娘嘛，结果她就不理我了。一个闷葫芦，真不知道你怎么能跟他做这么久的兄弟。你这么说，那不就等于在他伤口上撒盐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子龙跟青衣，他们俩是经历过生死的，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点误会，然后就分手了。这是从上辈子纠缠到此生的恩怨呐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家子龙那跟青衣的感情是惊天地泣鬼神呐。我跟你说，这件事他都不告诉我，他能告诉你吗？他不说的，你全帮他说了。有你这样的兄弟，他还需要敌人吗？我刚才全说了吗？我说了，那又怎样？子敬，你来了啊！不好意思，天还未亮就把你唤起来了。没事，反正我也失眠，睡不着。何故失眠啊？要不我给你把脉看看。孔明啊，这已经第3天了，你答应周都督造10万支箭，眼看着期限就要到了，你这脑袋就要不保了。多谢子敬忧我性命，今天一早我唤你来，就是要让你同我一同去取箭啊。取箭？去哪儿取啊？别问这么多了，跟我来吧。建安13年，公元208年秋天，东吴赞军校尉鲁肃以诸葛亮之计，用长索将20只船连在一起，外围罩上青布幔子和草靶子。东吴船队在4更时分，趁着大雾所将，直抵江北曹操大营前，并且擂鼓呐喊。曹操因重步迷江，担心遭到埋伏，不肯出营迎战，即令10000余名弓弩手一齐朝江中乱射，意欲以箭矢拒敌。一时间，箭如飞蝗，纷纷射在江心船上的草靶子和布幔之上。而后，诸葛亮又命令船队头尾相调，继续让船队的另一侧受箭。待到日出雾散之时，船队两侧已经排满密密麻麻的箭矢。
东吴船队在发回大营之后，经点数，每只船约得羽箭5、6千只，共计得羽箭10几万只。慢点，安静点。孔明啊，你是如何知晓这天亮之前江面上必起大雾呢？而是曹操不敢出动兵船，只敢在岸上射箭呢？作为军师将领，不通天文，不识地理，不知奇门，不晓阴阳，不看阵图，不明兵阵，岂不是庸才？我3天之前便算好今日会有大雾，还敢立下军令状。周公瑾命我造舰，却不给我人工和材料，这岂不是想处心积虑的加害于我？只可惜天公作美，曹公作赠，不能遂都督所愿。团长，慢点，安静点，加把劲儿。怎敢劳驾都督亲自来点收？这边。这一共20艘船，每艘5至6千支箭，总数10万，只多不少。走。来了，快点go，来，好嘞，来，走，来，走，快点，加把劲啊！快点啊！这孔明啊，真神人也，算准了今日破晓之前，这江面上会起大雾，乃派了20艘小船，以草垛包裹，相连开往接近曹军水寨的江面上，然后命这个将士啊击鼓呐喊，这个曹军啊就以为我军趁着大雾来偷袭，所以啊盲目的朝江面雾里拼命的射箭，船只受了箭一度歪斜，孔明啊命船只掉头，然后换另外一边去受箭。对了，这个临回之前啊，孔明还命将士往曹军岸上齐声呐喊：“谢丞相见，谢丞相见！”哎呀，估计这几声呐喊肯定能把曹操给气死。孔明草船借箭，你跟去干嘛？我，我就在船里面陪他饮酒啊。哎呀，不过事后一想，这孔明实在是厉害，还好是在我东吴这边，要是给他站到曹操那边，这光想都让人捏把汗呐。哎呀，孔明果然神机妙算，我的确不如。真是太英俊了，怎么可以连吃饭的样子也这么英俊？如果我是他心中日日思念的人，那应该是件很幸福的事吧？牛姑娘，你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哎，子龙，你快帮帮他，他呛着了。谢谢你啊，救我一命，我无以为报。要我以身相许是不可能的。不过改天等你有生命危险，换我把你救回来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咱俩扯平了。我吃饱了，你们吃吧。哎，慢着。怎么了？那个饭菜是不是不合你胃口啊？没有。那你干嘛臭着一张脸啊？我看啊，上次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天天摆臭脸，所以影响我们的运势啊。哎，你真是无理取闹。
哪有？我牛玉最讲道理了。牛姑娘，这个事儿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参与？当然不能。你知道我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情上吗？旁的不说，这一天天的，光是店门关着不做生意，得损失多少？你说不让我参与，我就不参与啊！小子！哎呀，你们俩能不能不吵啊？有话好好说嘛！你们要体谅对方，不要互相指责嘛。闭嘴！闭嘴！你看，两个人团结起来力量多大呀！光士气就已经压倒对方了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渴死我了！跟了那个赵帆一整天，连口水都没喝，不过还是挺有收获的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你事。接着说，你又查到什么了？哦，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跟了这一整天，总算知道这赵范是有多小气。今天早上，他骑驴去菜市场买菜，不光再三还价，还要多拿多蹭。他是那种买了肉还要再送葱的那种人？错，他是买了根葱，让人家送肉。啊，这也太过分了！抠门小气到令人发指。不过有一件事，他还是挺舍得花钱的。什么？今天赵范去了冲灵观，我发现他好像跟那个白眉道长很熟。等他走了以后，我就特地从旁打听，原来他是去求长生不老的仙丹。长生不老，这看来越有钱的人越怕死啊。他是钱太多，怕寿命不长，花不完。哎呀，我有办法了！啊，什么办法？我以为在他身上找不出破绽。既然他想要长生不老，那我们就利用他这个心态，套出藏银所在。这次我敢拍胸脯保证，绝对万无一失。我们要发财发财！哎，停一下！你们也太高兴了吧！赵子龙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聪明绝顶，才智过人，绝对是你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。你听我说，我这次的方法是……打住！我对你的旁门左道没什么兴趣，还有，我根本就不想跟你合作。你们看看，他这什么态度啊！子龙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牛姑娘闹别扭呢？因为这个事儿本来就和他没有关系，他再三的纠缠，真的令我讨厌。再说了，他所谓的办法，都不是什么正道。我这个人比他有原则，正所谓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你都说夺银了，那怎么用正道去夺呢？难道你要跑到赵范面前施礼作揖，然后对他说：“我们要拿你的库银充军资，麻烦你把库银交出来。”还有子龙，你说你之前也不愿绑架赵范的夫人，可是你最后不还是绑了吗？做一次也是做，做两次也是做。再说了，赵范私藏库银，那本来就是不义之财，你根本就不需要跟他讲什么道义。够了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不愿意和那个牛姑娘合作。子龙，你怎么就这么犟呢？那我问你，如果你不去，万一这次牛姑娘得手了，那到时候咱们什么都没了。回了军营，咱们怎么向军师交代呀？这样吧，你呀也放不下身段，我先跟他们去，到时候你想明白了，你就随时赶过来。诸葛先生劳驾，
在下刚获通传，让都督久等了。哪里哪里，都督此次传我前来，不知有何吩咐？来人，看查。上回拜先生高明算计，让我军轻轻松松得了10万支箭。我这儿给您敬茶，以表心意。都督有什么话，就请直说吧。哎，是这样，我家主公派人前来催我赶紧出兵。我看了一下曹军的水寨，防守严密，难以攻破。于是，我想了一条计策，但是又不知道使得使不得，还请先生帮我决断一下。请都督先不要说出来，我心里也有一计，不如我们都写在手上，看看一样不一样。好，先生请。哎呀，你们俩何时变得心意相通了？不，曹军已经被我烧过2次，这次难免有所防备，所以火攻还要加上都督的心头妙计，才能使他们输得彻底。都督，不知我说的对不对呀？曹操人多势众，看来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攻破的。众将暂且先领3个月的粮草，做好长期相持的准备。大都督，别说3个月，就是领上30个月的粮草也没有用。如果短期内破不了曹军，不如就听张昭他们的话，干脆投降吧。大胆！主公有令，敢再说投降曹操者，斩！你身为老将，倚老卖老，说出这样的话，扰乱军心，不杀你，何以服众？哼，这怎么办呢？周瑜，我跟着文台将军打天下，南征北战，到现在已有3代了。那个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。反乱！反乱！来人！来人！在！给我将黄盖拿下，重打100大板！你敢！周瑜，你干什么？周瑜小儿，主公对我言听计从，敬我3分。老将军，你算老几啊？都督，周瑜小儿，你伤天害理，我饶不了你！周瑜小儿，你敢打我！我问东吴，呕心沥血，你胆大吗？叫你们多嘴！谁敢再替黄盖求情，定斩不饶！打！重重的打！周瑜，我饶不了你！
这周公瑾呐，简直是疯了！怎么能当着那么多文武大臣的面修理黄国父这样的3代老将？这100军棍打下去，那可真是皮开肉绽，死去活来。这对将士的军心该有多大的影响？这要是传到对岸，恐怕要被曹操笑话。哎，这就是打给曹操看的。什么？子敬啊，你真是个老实人。他们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这就叫骨肉计。骨肉计，待公瑾用兵之日，必须要一位不被防范的先锋大将，而黄老将军便是最佳人选。他虽挨此皮肉之苦，却可向曹操诈降。曹操一旦中计，那江东便胜券在握了。哎呀，我一时怎么没看明白呢？公瑾可谓用心良苦，也真是难为黄老将军了。可这还不够，还有什么？子敬啊，不瞒你说，自我到江东之日，虽然每日与公瑾斗智斗谋，不亦乐乎，但是我心里确实是想为灭曹做些事情。这点我从未怀疑过。公瑾虽然想出了连串计策，可中间还缺少重要一环。我在想，是得请一位高人出山，才能击溃曹军。哦，但不知道你说的那位高人到底是谁呀？襄阳凤雏，庞士元。